台南市這幾冬來是有積極來推動科技推展到莊腳的政策，指定國小的囡仔嘛，因為這學校是有開這科技的課程，所以成功來訓練 AI， 在去年摕到總統杯的總冠軍。但是學生囡仔感覺真公平，也看到偏鄉教育的進步。因無頭前的選手攏足專心，精準控制 AI 模型，閃避阻礙，拼速度，要佇時間內拍敗對手。這陣是台南指定國小的囡仔，因經過幾啊屆模型失敗打擊，在賽場頂由願冷靜，成功訓練 AI 在複雜情境之下完成任務。去年摕到總統杯全國總冠軍。目前台南校園專門咧打造智慧教室，要帶頭啟用生成式 AI 輔助學習平台。簡單的移動控制，然後就開始一直到要計算這些食物的分數，所以可以自己做自己想要玩的遊戲。小孩子要先去設計程式，然後再去訓練 AI， 讓 AI 可以自己可以去收集資料，然後它可以改善自己，一直變好這樣子。面對時代改變，教育嘛咧做轉型。指定國小比賽有得獎，唔讓學生真公平。這背後更加是偏鄉教育的進步。教育局強調，絕對袂放棄偏鄉。這幾冬來，因透過積極培育在地師資，甲軟硬體建設，讓偏鄉的囡仔嘛通和都市的囡仔程度攏會當倆平。這款科技推展到莊腳的策略，安尼會當打破地理無同的關係和資源無平均的問題。我們的左鎮國小還有南華國中分別拿到全國的這個總冠軍，那代表的是他們打敗了台北，甚至我們台南市一般地區學校的學生。所以從這裡可以驗證，其實偏鄉的孩子，我們在教育機會均等的概念之下，每個孩子都可以學，都可以扎根他們的 AI 素養。台南市拼細殺數位學習，英國平均6個囡仔有一台平板。市府講今年編22億，按算4冬內，希望讓每一個囡仔攏會當有一台好用。那在連續12年摕到資訊評比第9的台南市，這陣當一步一步甲校園成做未來人才的培育基地，培養台灣囡仔對得到世界進步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